來台南旅遊，唔免閣驚旅宿業者胡亂來，有着台南市政府嚴格把關。舉辦2025台南優質的民宿認證，總共有80間的業者通過優質的認證。這個優質民宿的認證計劃，主要透過策略性的聯合行銷，提供旅客立大的選擇指標，並且提升業者的服務品質及管理的水準。優質民宿的頒獎，這一方面我們好的一定要頒獎，對於害群之馬，我們一定要嚴打嚴查。所以說我們也希望共同來維護台南的這個民宿品質，而且擦亮這塊招牌。不管是旅館，不管是民宿，不管是露營，這個都是值得我們努力的。台南作為一個美食之都、觀光之都、文化之都、宗教之都，我們每一個部分都要顧到，每一個面向都要兼顧，也能夠共同讓台南的國旅更好。在全台灣各地國旅一片衰退聲中，台南一枝獨秀，逆勢上漲，這個都是大家的努力。有未來，希望這個努力能夠持續，而且更加發揚光大。市府觀光旅遊局長林國華表示，這屆通過認證80間的民宿，分布在台南市各行政區，涵蓋有老屋再生、文化主題、親子友善、特色設計、加熱生態旅遊等多元的類型。另外，這屆獲獎的80間民宿業者，除了積極維護住宿的品質，同時也配合公部門觀光政策的推動，為鼓勵民眾優先來選擇立大。只要在活動期間，立大認證的旅宿，都有機會來得到虎頭埤雙人立恆館，數量有限，上網為止。歡迎民眾把握機會，規劃一座高品質、佮具有在地特色的台南旅程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